解说水个好，古种解说两句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一寡古早俗语。先来对清朝时代讲起，台湾民间流传一句话。我看古早的册有记载，讲庄仔厅无出册。咱知影出册，就爱做参人流汗三滴去耕作，册仔才有法度发出来。啊，庄仔厅怎样解说？论真讲，就是官厅的意思。这永早一句汉文人咧讲：3年的清知府，10万的雪花银，敢若收清的啦，就10万的银两啊，莫讲用乌色啦。这句话就表示封建时代做官利头真多，人庄仔厅、人官厅，逐工站内底咧画升堂、升堂，无出册啦。但是吼，食比咱较好。穿比咱较好，做比咱更较勤苦。黑暗的封建时代，就是这款背景，才有这个风趣的言语、风趣的俗语，人会说出来。庄仔厅无出册，结果比这做事人、比这做参人，日子加才好过。讲到这，我就想到另外一句俗语话，讲到一世官高世冤，咱嘛知。咱嘛知影，各种头拄我咧讲封建时代，你若考调功名有才调，坐伫咧遐，人外口面咧结果名冤，你无照去共正当共裁判，衙门八里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。人讲有钱判生，无钱判死，会死人啦，会报应毋是袂啦。所以，互你冤枉，互你枉屈着的，就惨一世官高世冤。过去河洛歌仔戏，原来有一句对白，歌仔戏内底四句人咧唱，唱讲。做官不正千人冤，半世功名万世冤。清朝时代咧讲这个话啊，日本时代咧，日本人来了改换制度，变作日本国的刑法。所以较早流行一句话讲拘留29天。即摆少年家可能加减捌听，毋过毋知影意思啊。原来早前的日本刑法，警察机关有权利，若较轻的罪，咱咧讲叫做微罪，毋免送法院审判，伊会当甲你拘留。毋过吼。刑法规定讲，袂当超过1个月，所以吼，警察大人甲你拘留，上济当拘留29天尔。若超过1个月，就要送法院审判，无袂使甲你关。哦，原来这句29天对遮来哦，无毋对。所有清朝时代俗语，有日本时代俗语，今日招你研究的，拢总是古早的台湾话，古早趣味的俗语啦。